趕時間先生。喺一個小鎮裏面，住咗一個跑得比閃電更快嘅怪人，佢叫做趕時間先生。趕時間先生係最快嘅人，成日喺小鎮裏面東跑西跑，跑去呢度跑去嗰度，來回穿梭咁，好似一陣風咁，都停唔低嘅。佢嘅人生只有一個字：急。因為太過急，佢做咩都半桶水咁，樣樣嘢都草草了事，亂晒龍，冇一件事做得好啊！有一朝，陽光啱啱照落地上，趕時間先生啪一聲喺床上彈起，好似個彈弓人咁跳咗出嚟。佢前晚忙到3更半夜，四處亂衝，淨係瞓咗3個鐘頭咋，仲係斷斷續續咁瞓啊！哎呀！佢大聲叫，揭開張被，對眼瞪到大一大。我遲咗啊！遲到啦！佢衝咗入浴室，係咁意將塊面洗下，啲水花四濺，連條毛巾都跌咗落地下。佢拎起咗支牙刷，隨手刷咗一粒牙，牙膏都未搽勻啊，就掉低咗支牙刷，三級咁樣跳落去衝落樓梯。樓梯俾佢踩到聲聲，隨時會冧咁啊！趕時間先生嘅早餐係小鎮裏面嘅經典慘劇：一隻烚蛋，一塊多士，再加杯茶。佢急到連水煲滾都滾唔切，隻蛋又淨係煮咗5秒鐘，食落去根本就係一隻生蛋，啲腥味衝到佢個鼻上邊，令到佢反晒胃啊！麵包淨係喺個多士爐度焗咗1秒鐘，仲係軟腍腍嘅白麵包，啲邊燶都唔燶啊！茶就更加離譜啦，因為佢啲水凍噶嘛，飲落去就係淡而無味嘅洗碗水咁。趕時間先生走晒味，勉強吞咗半啖蛋同埋半塊麵包，連茶都未飲完，就拎起件外套衝出門口。好急啊！好急啊！好急啊！趕時間先生嘅人生格言簡直係佢嘅寫照。佢衝出去前門，道門嘭一聲就打開咗，冇閂。跑過花園嘅小徑，啲雜草俾佢踩到亂晒，花瓣飛到周圍都係。推開花園道閘，閘門吱一聲彈開，都係冇閂。佢沿住小鎮裏面嘅路瘋狂跑，好似參加100米比賽咁，對鞋就嚟磨出煙啦。喺路上面遇到開心先生，開心先生坐咗喺一棵大樹嗰度，笑眯眯咁飲果汁。見到趕時間先生跑過，就揮手嗌：嘿，早晨啊，趕時間先生，咁急去邊啊？趕時間先生都冇擰住面，一路跑一邊嗌：冇時間停啦，我忙到飛起啊！佢嘅身影一閃而過，好似俾陣風捲走咗。開心先生搖搖頭，自己同自己講：佢咁急，到底去邊呢？真係怪人一個啊！其實趕時間先生根本冇特定嘅目的地，佢嘅人生就係四處亂衝，衝得快，衝得亂。佢成朝就喺小鎮裏面跑嚟跑去，穿過樹林，繞過山丘，忙到連吞口水嘅時間都冇啊！到咗中午，佢又衝返屋企，喺廚房拎咗塊火腿同生菜，塊麵包焗都唔焗啦，直接塞入口啦，勉強都叫係一個冇麵包嘅三文治嘅。食完2啖，佢又衝出門口，成個下午繼續喺小鎮裏面切磋咁轉，成隻盲頭烏蠅咁啊！到咗夜晚，趕時間先生終於停低落嚟，攤咗喺一張殘舊嘅梳化度，喘住氣打開一本雜誌。
其實佢從來都冇時間睇書，因為啲書太長啦，佢等唔切啊。雜誌裏面有一個廣告吸引到佢嘅注意，陽光海灘、棕櫚樹、冰涼飲品，簡直係天堂。哇！趕時間先生雙眼發光，我好想去啊，好耐冇放假啦。但係佢隨即一臉沮喪，拍下自己冇錢嘅銀包，心裏面一諗，我連1蚊都冇，點去度假？佢諗咗一陣，突然拍手，雙眼一亮，哈！有計，我去搵份工賺錢咪得咯。第二日早上，佢好似火箭咁衝出門口，跑到去小鎮附近嘅農場，搵到一份幫手擠牛奶嘅工。點知佢完全搞唔掂啊！牛最憎就係俾人催嘅，尤其是係擠牛奶。擠牛奶梗係要慢慢嚟噶啦。趕時間先生急到好似火車咁，手忙腳亂，啲牛都驚到一腳踩扁佢對腳。農夫激到騰騰震啊！趕時間先生見勢色唔對路，衝咗去搵第二份工，揸巴士。揸巴士，趕時間先生更加係災難啊！佢急到連巴士站都唔停，乘客喺站嗰度揮手大喊，但係佢淨係掛住踩油門，巴士就好似賽車咁飛過，連個影捉都捉唔到啊！等巴士嘅人激到扎扎跳，投訴到佢滿場飛。巴士公司即刻炒咗趕時間先生。趕時間先生唔死心，衝咗去搵第3份工，喺酒店做侍應啊！酒店侍應嘅工作對於趕時間先生嚟講，又係另一場嘅噩夢。佢送完菜俾客人之後，客人啱啱拎起咗支叉，食咗一啖，佢就噓一聲收咗隻碟。食客餓到火滾啊，仲未食飽，碟都冇，周圍都係投訴嘅聲音。酒店經理一腳就踢走咗趕時間先生。趕時間先生再次冇嘢做咯，個銀包都係空溜溜咁。趕時間先生坐咗喺小鎮嘅路邊，垂頭喪氣咁，好似一個漏咗氣嘅氣球。唉，佢嘆氣，我點都去唔到度假啦。佢嘅表情就好似陰天咁，滿面愁雲。但係突然佢腦海靈光一閃，諗到一個完美嘅工作，一份需要人急急腳嘅工作。你估唔估到係咩呢？係郵差啊，專門送快遞信件嘅郵差啊！趕時間先生做郵差真係如魚得水，佢對腳好似裝咗火箭咁，喺小鎮裏面嘅大街小巷飛奔。送嘅信比其他郵差多1倍，時間仲只係用咗佢哋嘅一半。佢跑過石春路，跳過小溪，穿過樹林，連風都追唔到佢啊！小鎮裏面嘅居民見到佢嘅身影，就好似見到陣煙咁。信件已經塞滿晒喺信箱裏面。趕時間先生嘅效率震驚全個市鎮啊！郵局嘅老闆笑到見牙唔見眼，仲加咗佢人工添啊！唔使幾耐，趕時間先生就儲夠錢去夢寐以求嘅度假。於是喺第2個星期，佢已經坐咗喺陽光燦爛嘅海灘，喺棕櫚樹下望住藍色嘅大海，嘴邊掛住一個大笑容，自言自語咁話：咁先係人生㗎嘛！佢攤咗喺沙灘椅上面，飲住凍冰冰嘅椰青水，聽住海浪聲，終於感受到咩叫放鬆啦。點知佢點會坐得耐啊？佢唰一聲就跳起，衝咗落水啦。佢呢一日已經游咗15次水，
連海豚見到佢都諗唔係啊嘛。到咗早餐時間，趕時間先生終於停低咗一陣，坐喺海灘嘅餐廳，面前擺滿咗熱帶水果、煎蛋同埋多士。佢望住呢份豐富嘅早餐，笑到成個細路咁，心滿意足咁叉手，準備大吃一餐。度假嘅第一餐，佢終於可以慢慢食，唔使急。雖然食完之後，佢又忍唔住衝去游多次水啦。趕時間先生嘅急腳人生繼續喺海灘上面閃耀，帶住滿滿快樂嘅陽光。